即马风台是愈来愈晚，嘛影响离岛的交通。金门的机场昨昏有真侪旅客要转来本岛，有150个旅客是要咧等候补的位，调伫咧金门的机场。也那小三通的船班，今仔日嘛是拢停驶。码是4321的小姐。金门机场旅客真多，大家拢想要伫咧风雨变较大进前转来台湾。候补机会的民众看到行李，一直看航班的资讯，希望柜台会当叫到因的名。因为三道里风台内乱，半夜有150位民众留伫咧金门机场，要坐班机飞台北、台中、高雄，不过班机拢客满。下一个就是我了，我希望比较大。你等多久了？早上5点多等到现在。有人就要排到候补啊。不过有人看无啥希望，规气加留伫咧金门一天。我补了2个小时了啊，因为我下午就抽号码牌了啊。你抽到几号？抽到500多号啊。对啊，那明天台北没办法回去怎么办？那我就只能再留宿一晚。风台愈来愈晚，金门县干部处宣布小三通几路条航线，包括金门水头到厦门5通，也搁到泉州九站，拜日规工拢无驶，再来看情形才搁决定。警察伫咧现场管制，工作人员赶紧将树仔刷走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桃园市虎头山环保公园附近有树仔倒去，直接飞倒伫咧路中。好佳在无影响到用路人，经销加清洁队员赶紧到现场处理，并且引导民众慢慢啊驶通过。桃园集运公司也讲，风台警报期间，系统若测到每10分钟平均风速到8级，列车就会驶较慢。而且，直达车会变做每一站拢停，普通车依然是15分钟一班。全台湾陆空交通也受到风台影响，所以大家出门进前，要搁先确认相关的交通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